所谓科技结合艺术，这是嘉义县头一届的亲子艺术节，邀请10组的表演团队，共有62场的表演，更有22场体验工作坊，希望让亲子有较侪新的艺术表演。精彩的风雨表演，大家的囡仔静静看。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为4月初1开始，要伫连续假期举办亲子艺术节。这个62场节目，还有22场相关的体验活动。那另外还有表艺中心安排了精彩热闹的假日市集。那在4月1号到4月8号、9号。这是嘉义县头摆举办亲子艺术节，有10组表演团队带来剧团的表演，更有丰富的工作坊甲展览，让大人囡仔拢会当有丰富的技术体验。原来咱的生活、咱的水，有更较无同款的表演的方式，这对囡仔来讲，拢是真好的启示。就可以从小就可以了解、学习、体验，然后去感受这些艺术的熏陶，这样。对。嘉义县文化局表示，第一届亲子艺术节，佮引进数位科技，增加亲子参与的感受甲互动，嘛丰富在地艺术内容的多元性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